由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协会主办的东突厥斯坦研讨会于6月10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据报道，世界穆斯林学者联盟秘书长和40多个国家的穆斯林学者出席了为期3天的会议。在开幕式上，各国代表严厉谴责了中共在东突厥斯坦的各种罪行。在多个人权团体发表公开信对巴奇莱特东突厥斯坦之行表示不满，并要求其辞职的同时，来自美国、德国等国的数十名维吾尔学者也对巴奇莱特有关所谓新疆的言论表示遗憾，强烈要求人权办在不受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发布推迟已久的维吾尔人权报告，并且在报告中纳入学术界的研究共识。强烈要求人权办在不受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发布推迟已久的维吾尔人权报告，并且在报告中纳入各方学术界的研究共识。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表示，巴奇莱特结束中国之行的声明不构成对东突厥斯坦人权状况的全面评估。美中两国国防部长利用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机会，周五举行了面对面的会晤，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同时就乌克兰战争、南中国海以及两军关系交换了意见。德国总理10日启动了为期2天的西巴尔干之行，首先访问了科索沃。两国总理举行了会谈后表示，科索沃政府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证实与欧盟保持一致。瑞典外交大臣周五表示，就土耳其反对北约国家申请加入北约一事，瑞典将寻求与土耳其在谈判中取得建设性进展。瑞典和芬兰上月正式申请加入北约，遭到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的反对。土耳其指责两国支持恐怖组织，并表示土耳其不会同意对土耳其实施制裁的国家加入北约。题为浩瀚汉国在突厥民族国家传统文化遗产发展中的作用的国际议会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由土耳其、匈牙利、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参加。英国最高法院6月10日裁定，当局将在下周安排寻求庇护人员前往非洲国家卢旺达，不过他们仍然可以在最后一刻上诉。